好啊！大家咧可唔可以俾多啲掌聲？佢係遠道由日本東京飛過嚟噶，山崎夢月小姐。好啦，呢個時候咧，不如咧再請翻咧剛才為我哋表演過嘅所有嘉賓啦上到嚟我哋大舞台呢度咧，同大家咧就係影翻張大合照。咁頭先唔見得影或者影得唔夠嘅唔緊要，而家出嚟再影個。首先就請出第一隊嘅 Clinical School， 跟住有 MAD、Sentimental Kiss、Children Crazy、Monochrome、Okini Parties 同埋山崎夢雨小姐。咁啊，七隊嘅表現咧，6隊加一位啦，係女歌手啦嘅表現咧，真係非常之精彩啊！咁啊，又睇佢哋有跳啦，又要唱啦，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啊！亦都多謝現場嘅觀眾啦，你哋咧營造咗好好嘅氣氛啊，咁令到佢哋嘅表演更加精彩。好啦，盡量影啦！馬上攞你嘅手機，快啲嚟咧，同你哋心目中最中意嘅女團影相。或者可唔可以大家都俾啲掌聲？我哋咁多位嘅表演嘉賓好唔好？多謝你哋，為我哋送上咁精彩嘅演出。好，俾多啲時間大家影多啲靚相，然後 po 翻上去啲 social media 嗰度。真係要多謝大會啊！有一個咁靚嘅主舞台啦，亦都請到一啲咁好嘅表演嘉賓啦，令到大家都好中意留喺我哋主舞台呢度繼續睇啲精彩節目。OK， 多謝晒，唔該晒 ，thank you， 俾啲掌聲佢哋。再一次多謝晒為我哋表演嘅6個女團啦，同埋遠道由日本東京飛過嚟，琴晚先至到嘅啫。多謝晒佢哋。我知道咧，大家都好心急啦，都好想知道個賽果啦，會係點樣啦？賽果喺我手㗎啦。咁我而家心情咧都好緊張，因為咧我都知道咧，咁多隊嘅參賽隊伍啦，佢哋都真係經過咗苦練，然後先至最終咧嚟到決賽上到我哋呢個動漫電玩節嘅主舞台出嚟咧，係爭奪呢個冠軍嘅。不過呢個時候，我就請翻9隊嘅隊伍出嚟，同大家見面先，好唔好啊？首先第一隊有 Portnoy， 然之後第二隊係 Bumblebee， 第三隊 Holy Q， 第四隊 Inferno， 第五隊 Julian Poo， 第六琥珀，第七逆光，第八狂想 Celeste， 同埋最後一隊 Halabalu。如果我有話事權嘅話咧，我就會話每一隊咧都係冠軍。咁但係比賽咧，始終係會有勝負之分嘅。但係我想大家喺呢個時候暫時放低你哋嘅手機，可唔可以再俾一次大聲啲嘅掌聲，俾我哋9隊嘅參賽隊伍好唔好？多謝你哋！好啦，而家我心咧跳得好快，不過你哋感覺唔到，因為咧我將要宣布各個獎項嘅得主。首先頒發嘅係季軍獎項，有請
頒獎嘉賓創作歌手 Summoning。咁季軍隊伍咧係可以得到現金獎4000蚊㗎。Chorus Project 全民偶像選拔賽季軍得主係邊一隊啊？邊一隊？有冇心水啊？係打頭陣嘅第一隊 Paranoia， 恭喜晒！能夠季軍咧都已經係好不容易㗎啦，亦都再一次恭喜 Paranoia。OK， 唔該晒 Summer 可以咧去台下就座 ，Thank you。跟住落嚟咧，我要宣佈嘅就係亞軍嘅獎項，我哋有請頒獎嘉賓。Minato TV 代表 Andy 哥，Canvas Project 全民偶像選拔賽亞軍得主係有冇心水？保密可能真係沉於底嘅 Alamaru。佢哋係可以得到現金獎8000蚊嘅，錢咧只係心意嚟嘅啫。能夠攞到亞軍咧，都真係全靠佢哋嘅實力啊！恭喜晒！好啦，我請 Andy 哥繼續留步啊！跟住落嚟咧，我哋會頒發全場嘅 MVP 大獎 ，Canvas Project 全民偶像選拔賽全場 MVP 大獎得主，屬於 Hanamaru Shingon Hime。係咪有啲好似好唔真實嘅感覺啊？係嘛？俾多啲鼓勵嘅掌聲俾我哋嘅Shingon Hime。唔該晒。咁啊，講翻頭先 MVP 嘅得主咧，係可以得到日本東京來回機票1張㗎。好啦，呢個時候咧係要頒發冠軍嘅時候啦。我哋首先請出頒獎嘉賓 TIF 代表望月實義之父先生。我首先講咗啲獎品先嚇，咁佢哋可以得到咧係東京來回機票、酒店贊助費用咧，一共咧係有3萬蚊嘅，同埋可以參加 TIF 2026見學活動㗎。好啦，我要宣佈㗎啦嚇 ，Canvas Project 全民偶像選拔賽冠軍得主係幾多號啊？幾多號？係3號 Hurricane， 恭喜晒 Hurricane！ 係出嚟攞咗獎先，係冇錯。咁啊，
除咗有評判嘅比分啦，當然亦都有我哋嘅觀眾啦，透過咧係動漫電玩展嘅手機程式咧，就係投下你哋嘅一票，你哋嗰票都有幫助到我哋 Q 獲得呢個冠軍嘅。好啦，呢個時候咧，亦都請黃月神子傅先生咧就係繼續留步㗎。我哋請埋咧之前嘅頒獎嘉賓啦，係新聞啦同埋 Andy 哥咧係上台咧，同我哋嘅得獎者咧係一齊影翻張大合照㗎。其餘嘅抽隊伍咧，而家可以請你哋咧翻去後台咧係休息啦。辛苦啦，辛苦晒你哋啊！大家再俾啲掌聲好唔好？咁啊，得獎當然開心啦，但係得唔到獎嘅，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經驗啦，能夠喺呢個主舞台嗰度咧係同大家表演。OK， 大家影入唔入我啊？啲記者手足們，啲 media 影晒未啊？好，如果影晒嘅話咧，我想請翻晒所有啲嘉賓啊，同埋表演隊伍咧係落台休息一陣先，因為我哋嘅傳統咧就係我哋會請翻咧係冠軍隊伍咧係。再做一次咧，佢哋嘅表演㗎，呢係呢個比賽嘅傳統啊！係啦，嗰啲板啊嗰啲咧就嗰啲獎嗰啲就交低俾我哋嘅工作人員，咁啊冠軍咧一陣間稍放鬆下心情，其實咧做呢個表演冠軍咧。係應該係最享受舞台嘅時刻嚟嘅。